第一句会请安说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追求属天的平安。我们要感谢女诗班，他们连2场礼拜都来献诗，来服侍神感谢他们美好的歌声，带领我们更亲近主。我们要分享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你满满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在经过好长的时间，我们必须防疫留守，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产生了隔阂。更重大的是，我们在生活情境周遭，我们遇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碰到过的挑战。我们需要主的平安、信心跟力量。主，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做美好的善功、奇妙的祝福。愿圣灵亲自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从圣经来的信息跟美好的教导。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虽然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散，但是牧师在观察，最近大家已经慢慢能够适应这种有一点挑战，但是我们也要恢复正常生活的这种盼望跟意愿其实现在好像除了戴口罩之外，很多人都已经把那个疫情的数字、染疫的数字当成一个参考。那重大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是我们自己会自我防护那我们知道也弟兄姐妹，大家有的已经染疫很平安就恢复健康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不要被疫情打倒。我们靠着信心，我们确信在主的圣殿，我们要得神的保护。所以我们跟隔壁请安一下，说在主圣殿，你的必得平安，好不好？来祝福一下。好，这样的平安有时候是心灵上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真正属天的平安是什么？平安有那么多种吗？那么多种品牌吗？什么样的平安才是你需要的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首先，我们透过诗篇4篇1到8篇1到8节，这段经文有一个起承转合了刚刚我们练了一遍，我们稍微再做一点复习第一节是诗人在神的面前的呼求，他说：“我的上帝，我的辩护者啊，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在患难中，你帮助我，求你怜悯，垂听我的祷告。”我的上帝是对至高神的呼求，但是多了一个辩护者。辩护者的意思是说，我有委屈，我有难过，我有很多的这个挑战为难，但是你要为我辩护，表示他真诚的在主面前确信自己是无辜的，或是他是没有犯错的。然后他第二句说，在患难中你帮助我，患难，求你怜悯垂听我的祷告。这是一个开头的祷告。那第二段他就讲到他的苦情了，苦情了。苦难在哪边呢？他在责备他的对敌者。他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要羞辱我到几时呢？羞辱那是何等大的一个责难你们爱慕虚妄，追逐虚位，几时结束？”所以一方面跟神祈求，一方面在对那个征战者挑战说：“你们这样做，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他才开始在调整自己的心智，说：“我到底是要被这些挑战者打败、责难者打败、攻击者打败，甚至有阴谋的人打败，还是要求神为他辩护呢？”第3节他又回到自己的信心了。他说：“要知道的意思有点在对对方讲说，你们一时得逞没有持久的啦，因为上主已选召虔诚的人归属他，他必垂听我的呼求。”那这样有点两边对战，对不对你有你的阴谋，你的攻击，但是我要依靠神因为
我是坦荡荡的，我是虔诚的人，他必要听我的祷告。换句话说，上帝要站在我这一边。然后他自己很虔诚的说，战战兢兢，他不是那么随随便便不再犯罪，而且在卧房寂静时沉思默想。还是要思考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挑战？我到底哪里有疏漏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攻击呢？然后他还是回到自己的初心，他说：“我要向上主献上当献的祭，一心信靠他。”一个人在顺利的时候，我在亨通的时候，在什么样都心想事成的时候，不会战战兢兢，有时候会放纵自己，有时候会高傲，有时候会忽略了神的恩典。但是他说：“我要战战兢兢，不再犯罪，因为他要对神负责了。尽管对方责备他多么大的罪状，他就是勇敢在神面前说：我自己不再犯罪，而且要先献当献的祭，一生信靠他。”然后他道出了一般人的需求。有好些人说：“我们多么渴望承受福泽，上主啊，求你用慈爱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得到这个福泽，很多人都需要。诗人说：“求你用你的爱的光照我们。”那第7节是一个恩典一个人最大的期待。你赐给我的喜乐，远胜过五谷丰登、美酒满溢的享受。五谷丰登、美酒满溢是我们一般人世间最大的期待，对不对？但请记得那一句话，他说：“你赐给我的喜乐。”换句话说，一旦有平安跟喜乐，那世上的五谷丰登、美酒佳肴算什么呢？物质的东西无法超越心灵的喜乐。这是诗人他一种起承转合的一种祷告。然后最后一节就是他所得到的祝福了。他说：“我一躺下来，安然进入梦乡。上主啊，只有你能保守我安全。”弟兄姐妹，一躺下来就进入梦乡，这是现代人多么大的期待啊！这个比任何美酒佳肴还好，对不对？诗篇的作者他有注明说是大卫。那我们要来把这段经文再做一点一个背景的说明了哈。那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学习哈。有学者把这段经文称为是一个平安之歌，但是我们如果看前面作者的描述不平安挑战来攻击者来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它原来是个人的哀歌，但是敬畏耶和华人必要脱离痛苦叹息的平安之歌，从哀歌变成平安之歌，这是这一首诗篇给我们的一个学习勉励。弟兄姐妹，在这篇诗篇的前言有一段话，他说：“大卫的诗交给灵长，用诗弦的乐器。”以前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好的乐谱，或是我们有影像啦，还有 MP3 什么音乐都弄得好好的。我们现在每一个小组要唱诗歌都不用伴奏了，一按YouTube 就有音乐可以来了。以前呢就是原始的，他必须要做一点说明这首诗篇的用途，然后他说要交予灵长。灵长的意思是指属灵的领导者，不是普通会音乐的专才就会了，他是要有属灵背景的，有圣灵同在的领导者，所以就是遵照属灵的音乐指挥家所指挥，配合弦乐器在礼拜中所唱的诗歌。那有些人说，这个诗篇也没有明讲到底他的敌人是谁，对不对？他就只这样子说，他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呢？你们要羞辱我到几时？你们爱慕虚妄，追逐虚伪要到几时？那有些学者就做一些研究知道说，原来在诗篇的第三篇跟
隔壁的第4篇。第3篇的开头有一句话说，是大卫被他的儿子押沙龙叛变追杀，大卫被追杀，所以他就做了第三首诗篇，然后跟第4首诗篇是一个连贯的哈。那有人会做一个配合，是说，3篇是早晨祈祷的诗啦，那第4篇呢是晚祷，就是晚上要睡觉前的诗。刚刚我们不是看到吗？他说：“我一躺下就必安然睡着吗？”对不对？所以这首诗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晚上要睡觉前的诗篇呢。但是大卫因为押沙龙的叛乱被追杀，逃亡的心境非常痛苦万分，然后声声的叹息，用这样的话在描述他的心情。但是他知道说，他必要被神所接纳，因为他要用虔诚的心在主面前。所以也许不是当时所写，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回想当时的事件，逃亡的心境所显现的痛苦，声声的叹息。那我们是要看到说，大卫如何能够在遭到至亲背叛的痛苦中拥有平安，这是我们从这段诗篇里面所得到的。弟兄姐妹，得到平安谁不要呢？世上的平安，没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因为是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嘛。那到底什么是平安？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分析的。我们知道台湾人在春节的时候最喜欢做这3种事了，一个是点光明灯。他用祈福说，我未来的1年呢，哇，因为点光明灯就有保佑了，对不对？因为有庙里面的这些神职人员为我祈福嘛，对不对？这是光明灯，而且光明灯不能熄掉，表示说那个是持续的、长久的，对不对？那第2个是抢头香，听说今年年初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把抢头香就取消掉了。那些没抢到的人怎么办呢？抢头香是为了说得到最多的祝福。那还有一个是到处去庙里面借那个发财金呢。很多庙因为这样子赚了好多钱。赚了好多钱，因为发财金你借了100块，以后要还1000块。好了，这些我们也不说就是耻笑他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不对？你也需要，只是说追求的方式，我们知道说，难道这样就是足够了吗？所以真正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我想跟牧师同样年纪的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以前除了圣经以外，最容易拿到一本那个我们所谓的灵修的书，就是《荒漠甘泉》。这本《荒漠甘泉》不知道印几多少版本呢？不知道哈。伯牧师在年轻的时候读到了一篇，印象好深刻，到现在还记得哈。他在写说，考门妇人写了一段故事，他说有一个单位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他在征求说有没有哪一个画家能够把一张图呈现出那个平静安稳的意象，这个平安的意义怎么用图画来显示出来？哇，真的很多人就投稿一起来比较，一起来比赛，到最后剩下2张，意见相持不下，说到底这2张都很好，怎么样决定呢？其中的一张，有人画了一片漂亮的草原。春风吹拂，一片的绿意，好安静，好清爽。大家觉得怎么那么厉害，那么喜欢呢？牧师没有那张图了，所以我们用一个呈现一下这种感觉上很舒畅我们在都市住久了，这种图画看起来会很舒服，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到乡下走一走。礼拜4牧师还有我们的传道，还有长老，我们到那个南溪在玉井那边的南溪，去那边开会。哇，一出那个台南市上高速公路往东西向走，哇，看到远远的山有云哇，感觉心情就舒畅起来了。所以难怪这些评分者觉得说，哇，这张图太好了。不是这一张，我说描述那种情境以前我们10年前在用的那个
Microsoft 的桌面哈，这张图也很经典，很多人喜欢用，因为感觉这张图怎么是制作的吗？还是画的哈？听说真的是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山坡照的，那感觉上就觉得很舒服啊！你在看电脑的时候，这张图画就跑出来了，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哈。那这个画家所画的，大家很喜欢，但是到最后哈，第一名没有给这一个，他们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画了一张在瀑布前面有一棵树的树叶里面有一只母鸟在孵蛋的照片，啊，他的画，他觉得说这个画才能真正呈现出平安的意义，哈。那牧师也没有那张画，我们把它示意一下哈，在瀑布前面的树，啊，树上有小鸟筑巢，在那边孵蛋，要让他的小孩子孵出来。然后在这个风摇曳啊，那个水花事件的情况啊，轰隆轰隆的声音的水声的是要这一只鸟安静的在那边来做孵蛋的动作。他们认为这个才能真正在困境当中、不顺利当中还能安稳的，这张图才是真正的冠军。所以就把冠军发给他哈。那这样的鸟儿在这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面，竟然能够安心的孵蛋哈，那个是啊，觉得这些评审者觉得是最能够呈现出平安的意义的哈。那不管如何，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平安不是完全无事发生才叫平安，而是你在困境、挑战，甚至病痛、很多为难，甚至经济遇到困境的时候，那种平安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段出名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平安的意思是安静、平静、安稳的状态，能够安息，那是一个得到真正的平安，不是外在环境的平安，而是内在心境的平静安稳。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祝福。换句话说，劳苦重担谁没有呢？但是你找到了一个方法，到主这里来，这是最大的重点。你遇到困境谁都有，但是谁会进到主里面呢？进到主里面就会得平安。我们可以看见说，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学习是什么样的平安，有不同样的面向。第一个，平静安稳，问题得解决，是一种平安。你的财务得解决，你的升迁得解决，你的工作、你的学业，或是你遇到的一些困境得解决。以赛亚书32章18节这样跟我们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主让他的百姓能够平静居住、安稳居住，那是一个最美好的境界。第二个是，你得到繁荣跟亨通。诗篇1、2篇6到7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耶路撒冷的兴旺啊，跟富足也是平安的一种，那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的一个讯息。第三个就是和睦跟合一。罗马书5章10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换句说，大家有仇恨，大家有疙瘩，有彼此的冲突，我们怎么样找到和解？这是一个最美好的这个平安的一个来源。因为主耶稣亲自做示范，知道我们人得罪了神，被审判的一个惩罚，但是主耶稣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跟上帝和好，这是另外一种真正的平安。这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因我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这段短短的经文常常在我们弟兄姐妹在互动当中有一些图卡，
或者说我们知道有人遇到这样的困境、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用这段经文来祝福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2个重要的点，也是跟刚刚我说你到我里面就有得安息，这边他说你们跟我连结而有平安。我们把自己的困境难处不是把它甩掉，而是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跟神的连结就有平安。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上有苦难，耶稣不是把苦难完全都把它清除掉了，而是我们每人会碰到，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平安呢？是因为我们确信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世界的为难困境都一直存在，但是主耶稣是超越了这个困境。那我们如果在主里面能够超越它，借着主来超越它，我们才能够得享真正的平安。换句话说，眼前的损失、眼前的挑战、眼前的病痛、眼前的软弱，也许没办法排除，但是主给我们超越这一切，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超然的信心，能够面对这一切。另外，在14章的27节也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给你们的跟世人所给的不同。为什么跟世人所给的不同？这个是从天上来的平安，不是眼前的一个暂时的安稳而已。他说：你们心里不要有愁烦，也不要害怕。所以我们从耶稣所讲的这些祝福或是应许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说，主耶稣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平安，天上来的，不是人能给的，不是铜墙铁壁，也不是一个城堡，让人家攻击不进来。前天发生的日本的安倍首相被刺杀，连一个在护卫他的这些维安人员都没办法去避免，竟然有人从背后开枪。那么重要的人物都防不了了，我们平常一个人怎么办？我们人怎么办？我们只是说还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而已啊。所以耶稣所给我们平安，不是这种世上的一个人的防卫的平安。雅各书1章17节说：一切美善的事物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从天上来的。记得从天上来的完善的事物、完美的恩赐，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吗？但是他说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天父而来的，他是一切光的创造者。当我们眼光不会短浅到说，我暂时拥有的，暂时拥有的时候我就安全了，不是，而是你把这一些所得到的祝福是从天上来，是安稳的，是永久的。我们看到对比这个世上的平安我们知道他们都是建立在金钱、健康、地位、名声及权力等条件上面，短暂而且稍纵即逝。台湾又要面临选举了，又要好几个月吵得耳朵都很不舒服了。我们看到这些候选人用尽办法，就是要争得大家的支持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候选人也很危机啊，一篇论文抄的那就跌落神坛。你有什么弊案？一讲哇，原来的那个支持度又降下来了，哇，战战兢兢，而且这些党派要想出什么样的人才有办法赢得胜选。是啦，这些都是人的筹划，人的筹谋。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有时候是暂时的。很多人在台面上哇风风光光，一旦下台，没有人理他，好像路人甲。那这些人很失落，因为原来我被前呼后拥的，那一下台，竟然没有人理我。那你要掌握住这个，能持久吗？能永久吗？所以，天上的平安跟世上的平安一比，就知道说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耶稣式的平安超越环境。记得环境，你不能祈求每一天都风和日丽都没下雨我一开车出去都没有塞车没有这种事嘛。所以
主的平安是超越环境的，是我们面对苦难时候能让人喜乐，而且这些平安是充满我们的心，而且持续到永远。这个才是一个好像你已经得到宝贝了，对不对？什么都不怕，因为你有神恩典跟你同在。圣经里面强调平安，哇，连新约圣经就有100多次。我们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20章26节说，过了8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呢，门徒他们很紧张，门都关着，但是耶稣出现了，他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种平安是真正他们那个忐忑的心，那个焦虑被罗马的兵丁或是被当时的这些圣殿的人员所追赶，他们能够真正的平安是最需要的。所以耶稣就跟他们称呼说：愿你们平安。哥林多前书1章3节也这样子祝福，他说：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分辨啦，只是说我们不好去执行或是追求，分辨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但是怎么样途径，这个途径怎么来？追求属天的平安的途径跟步骤，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诗篇第4篇来学习苦难中得平安的秘诀哈。第一个，我们要坦白跟神交托说：主啊，我就是有需要，我软弱，我有难处，在主面前真正的坦白自己的软弱，求上帝来帮助。很多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点类似不好意思讲说我心很软弱，我有困难了，不敢讲，觉得说好像这样没信心很惊，对不对？其实在主面前我们就是一个小孩子，你困难在哪边就坦白的讲，这是一个第一步。就像诗人大卫，他就在神面前说：我这样的困境，求神来听我的祷告吗？我靠自己，他是一个王他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他还是神求你帮助我，请垂听我的祷告，因为虔诚的人要在你面前献祭，求你来帮助我，这是第一点。特别是我们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我常常会再去医院探访因为现在疫情不能去了，有些弟兄姐妹要开刀，那当然我们去探访他很客气说：牧师我不怕，开刀我不怕。我跟他说没关系，你不要跟我讲你不怕，你要跟神讲说我会害怕，求你帮助我。因为每个人包括要打个针都会害怕，还说开刀不怕呢，就跟神说：主我很软弱，求你帮助我，求你透过医生的手来医治我。这个才是正确的健康的心态，而不是说自己觉得我很厉害，我不怕。就很多人讲说：这个我不怕死谁不怕死？跟神讲说：真的我会害怕。第二个，我们要在困境当中处理控制那个情绪。有些人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焦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混混乱乱左冲右撞，到最后原先的事情没解决，新的问题又来了，这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克服的地方。第三个是有倚靠上帝得引导的信心。因为什么人有困难没有办法解决，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有看不见的力量嘛。不像说我现在肚子饿，马上有一碗面给我吃，我就饱了，要马上解决嘛。问题是你遇见的困境有时看不见，别人也不帮助，没有办法帮助你，你怎么样从看不见的神得到力量？而且你确信说：对了，就是这样子，我不怕。所以基督徒的最大的挑战或是最大的学习，就是说，无论遇到任何的事，处任何困境，都要仰望十字架来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来恳求。这个时候，我们就痛苦会改变，转为喜乐跟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用另外一段经文来祝福别人或者我们常常在很多的地方图卡会看到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4章6到7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知道这段经文一读就觉得，哇，我好需要啊，我好需要得帮助啊，哈！但请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一个重点，他就没有讲问题解决了，没有跟你讲问题解决了，他是跟你讲说，先把一切的困难带到主面前，一无挂虑，把凡事啊，大大小小的事啊，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换句话说，问题还没解决，但是你先交托，然后问题还是没有马上解决。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基督徒解决难题的一个顺序节奏。神不是先把你的困难解决，而是神是先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人在做生意啊，或是有时候一时呢这个周转不到的时候啊，赶快地下钱庄马上拿钱来。好，这边东墙补完了，哇，西墙更大，你老是要跑着被追债。我们是不是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呢？神要我们在它里面先把困难讲出来，很奇妙哦。特别是祷告，当你把困境讲出来的时候，神已经在你里面放下那个解决问题的思考、智慧以及方向，因为他让你心怀意念得保守，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么解决的，而不是到处乱冲乱撞，到最后出的纰漏更大。一个人会成不成功通常在于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处理的方法。很多人能力也好，也很认真，而且很谦虚，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乱了套，导致后来问题都还没解决，那新的问题又来。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在勉励大家说，当你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请记得先处理你的心情，先处理你的心情，再来处理事情。为什么有的时候父母亲一生气起来就一巴掌就甩到儿子身上啊？到时候你会很后悔，因为当时你在气头上来的时候，你不知道甩那个巴掌力气多大。我们曾经很多在做见证的人说，他小时候就是被爸爸一甩耳朵都坏掉了，你知道吗？他老爸他也不一定要做这种事，但是因为他一时太生气了，就顾不到这一些，到最后后悔都没用了。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先祷告，就是处理心情，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然后把心情处理好了，因为神给你意外的平安，你会发现说，原来那么严重的问题，其实也还好吧，你不会焦急胃痛，不会。那是神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遇到疫情还是现在整个社会变迁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冷静下来。全世界有钱有势的人，全世界那么多的有资源的人，他同样面对疫情的挑战啊。我们看到那么大的企业一间一间关掉，美国一间那个100年的化妆品公司叫做露法龙关掉了，因为没有人要化妆，那就关掉了，因为他生意做不来，要申请破产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安稳的逃过这一切呢？我们要在疫情过后受主的差遣，向人传扬这个属天的平安的福音。记得基督徒很重要，基督很重要。我们平安是基督徒拥有最大的祝福，我们能够有大的筹码，就是属天的平安。所以
它的根基是在于，因为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嘛，主耶稣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所以我们要勇敢的走出去，这一种极大的祝福，向世人讲平安的福音。弟兄姐妹，这个平安的福音，就像诗人大卫在最后祷告的时候，他得到属天的平安跟信心。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一起同声来念这段经。预备来，上帝赐给我的喜乐，远胜过五谷丰登、美酒满溢的享受。我一躺下来，安然进入梦乡。上主啊，只有你能保守我安全。愿我们在每一天要睡觉前，用这段经文来祷告。上主啊，你赐给我的喜乐。我们知道世人是追求五谷丰登，对不对？美酒佳肴、满溢的享受。但是，一旦神给我们喜乐，你就发现这一切根本不算什么，而且那个只是暂时的。就像我们常常在讲说，一时的刺激，一时的声光娱乐，你到最后会很空虚，都是大家都懂啊。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从神得到真正的喜乐。而且躺下来就安然进入梦乡，这句话你看胜过多少安眠药啊？那是多大的一个祝福啊，对不对？现在世人最难得的是有一个安然安稳的睡着，尤其像现在在都市里面，很多人被杂音啊、噪音啊，或是世间的事愁烦。很难睡，躺下来睡不着。我们多么期待神这样的祝福，躺下来就安然进入梦乡。上主啊，只有你能保守我安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我要得到真正的属天的平安，不是坐在那边就得到，而是你要进到主里面。主耶稣说，你要跟我有连结。主耶稣说，你要进到我里面。主耶稣说圣经说，你要将自己所求所想在主面前先交托，然后主所赐的平安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并不是比别人有能力去抵抗这些挑战，而是因为我们有主可以依靠。希望弟兄姐妹把这样的困难带到主面前，得到真正属天的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祝福跟恩典。这首诗歌叫《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平安。我们有敬拜同工可以用。